各位弟兄姐妹，大家早安，大家平安。感谢主的恩典保守我们每一天。今天4月19日，我们也要一起来到上帝的面前，一起来敬拜，在上帝的面前来领受他的话语。愿上帝祝福在我们当中，也期待我们带着渴慕的心来到主的面前。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来敬拜上帝，透过这首诗歌，也让我们的心被上帝打开，将我们自己献在上帝的面前。我们一起来敬拜。我心渴望进入你的同在，活水江河来涌流。我心渴望进入你的同在，圣灵恩雨浇灌我心，求你充满我，改变我生命，我要更多像你，我更多爱你，使我的坚定的荣耀更深认识你，保守我的心永不离开你，求你吸引我更多亲近你，我要快跑跟随，我紧紧跟随，在你同在中有生命泉源涌流，在这泉源我焕然去水。我心渴望进入你的同在，活水江河来涌流。我心渴望进入你的同在，圣灵恩雨浇灌我心，求你充满我，改变我生命，我要更多像你，我更多爱你，使我的坚定的荣耀更深认识你，保守我的心永不离开你，求你吸引我更多亲近你，我要快跑跟随，我紧紧跟随，在你同在中有生命泉源涌流，在这泉源我焕然去水。求你充满我，改变我生命，我要更多像你，更多爱你，使我的坚定的荣耀更深认识你，保守我的心永不离开你，求你吸引我更多亲近你，我要快跑跟随，
进入你的同在，活水江河来涌流，我心渴望进入你的同在，圣灵恩雨浇灌我心，圣灵恩雨浇灌我心。主，我们感谢你的恩典，让我们来到你面前来敬拜你。主啊，愿你的圣灵就在我们当中，你的恩雨就与我们同在，你就祝福着我们。亲爱的主，当我们来到你面前敬拜，也愿主你的灵就在我们当中，让我们带着渴慕的心来到你面前去经历你的同在。主啊，恳求你带领我们。主啊，愿主你大大浇灌在我们当中，就如同前几天的雨一样，大大的充满在我们里面。主啊，恳求你让我们看见主你的荣耀，让我们更深的认识你，让我们更多的亲近你，去经历主你的带领，主你的恩典。主，我们要将今天的聚会仰望在主你手中，恳求你就在当中与我们同在，恳求主你就祝福在我们当中，聆听我们的祷告。我们将祷告祈求都奉靠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大家平安。今天4月19日，让我们一起来读上帝的话语，在列王纪上第8章第12节到第21节。列王纪上第8章第12节到第21节。那时所罗门祷告说：上主啊，你曾安置太阳在天空，你却决定要住在浓密的黑云里。我已为你建造了一座庄严的殿宇，作为你永远居住的场所。以色列全体会众都站在那里，所罗门王转过来面对着民众，为他们向上帝祈福。他说：赞美上主以色列的上帝，他信守他向我父亲大卫所做的许诺。他曾亲口告诉大卫说，自从我把我的子民带出埃及以来，我没有选择任何以色列城镇来建造敬拜我的圣殿，但是我选了你大卫来统治我的子民。所罗门继续说，我父亲大卫计划建造圣殿，作为敬拜上主以色列上帝的地方。可是上主对他说，你有意为我建造圣殿是好的，但是你不可动工，只有你的儿子，你亲生的儿子才可以建造我的圣殿。现在上主已经实现了他的诺言，我继承了我父亲大卫做以色列的王，并且已经建好了敬拜上主以色列上帝的圣殿。我也在圣殿里预备了安放约柜的地方，约柜里面放着约的石板，这约就是上主领我们的祖先出埃及时与他们订立的。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在列王纪上第8章第12节到第21节，让我们再用一点时间来读今天的经文，来领受，来默想今天的经文。
大家平安。在今天的经文当中，应该是说一定是延续前面的。在前面我们看到昨天的经文里面是已经把约柜带到圣殿里面去。其实那段很重要，昨天那段很重要，也就是我们把约柜带到圣殿里面去，对当时的人，对现在人而言都是一样的，就是上帝与人同在。上帝就在圣殿当中，我们不是盖了一个圣殿，但是里面是空壳的。我们不是建造了一个教会，然后是空壳的。我们不是建造一个地方，成为一个社交的场所。所以当我们在看列王纪这几天的经文里面，这非常的重要，在当中要有上帝的同在。在这些过程当中，势必要有上帝的同在，不然这边就只是一个聚会的场所。所以这当中也就会成为一个社团而已。但是有上帝的同在，我们一起敬拜上帝，我们一起跟随上帝，我们遵守上帝的命令，上帝的话语，这个地方才会真实的成为教会。因为我们在讲的说，教会不是只有一个建筑物而已，更重要的是教会是由一群敬畏上帝的人来组成的。所以昨天经文非常的重要，昨天经文所讲到的就是不单单是一个空壳而已，而且是真实的有上帝同在。当圣灵与我们同在的时候，我们成为真实那有灵的活人。而一个圣殿有圣灵的同在，有约柜进到那里面去，那个地方就不一样了。那真的成为圣殿，成为敬拜上帝的地方。因此当我们在看这样经文的时候，这当中非常的重要，不单单只是建造一个华丽的宫殿，而是一个敬拜上帝的地方，上帝真实有在那边。所以昨天经文我们可以看到，当圣殿进到那当中的时候，那些祭司们离开，就有彩云充满了圣殿。在当中我们就看到，当约柜进到那里面去的时候，上帝也让人们真实的看到上帝要与他们同在。在这经文当中，我们要从12节看到21节，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了这边提到说，那时所罗门祷告说，上主啊，你曾安置太阳在天空，你却决定住在浓密的黑云里。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上帝愿意与我们同在。上帝可以在那天空，可以在这地上，这所有一切是上帝所创造的。上帝他可以决定他要在哪里，他可以与我们同在，他也可能会离开我们。他创造了这一切，他要祝福我们，当然他也可以离开，这样的权柄是在上帝自己的手中。所以在这样的圣殿当中，上帝也说，若我们愿意遵行他的律法，他的诫命，他就与我们同在，他就与以色列人同在。也就是如此。所以在那景况当中，当以色列人看到，当所罗门他看见之后，他有这样的回应，他这样的祷告，他说，你曾安置太阳在天空，你却决定在浓密的黑云里。上帝愿意选择与我们同在，上帝可以选择他要去的地方，他知道哪个地方哪个需要。接着他说，我已经为你建造了一座庄严的殿宇，作为你永远居住的场所。其实这也是人的想法，我们会用一个方式限定说上帝就在这边，这不也就是一种原始宗教所做的，也是我们在讲的一般的信仰当中所做的。他们看见一个东西，有灵的东西，他感觉是有灵的东西，他就拜他。他建了一个庙，就觉得他们的神就在当中，把它封印在这里面。我要你的时候，你就要来帮助我。而人也是如此，所以上帝才会说，其实我并不需要这一些，但是他也换个方式在讲，因为你们需要，所以我与你们同在；因为你们需要，所以我就进到这当中。因此在这里面，让我们看到这边很特别的景象在这里面。所以他这边讲到说，我已经为你建造了一座庄严的殿宇，为你建造。但是在当中应该回来看，上帝是说，用上帝眼光来看，应该是你为自己建造了自己所需要的殿堂，
而你建造这个是为了你要来到我面前来敬拜我，是因着你们的需要，我让你们建造了圣殿。但是我们常常也是用这样的眼光来看，因为你的需要，我为你建造了圣殿，所以成为你永远居住的场所。但是这也在表达的是，上帝就在我们当中，上帝与我们同在。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住的地方，上帝也需要住的地方。因此当有一个地方给上帝住的时候，上帝也住在当中，上帝就与我们同在。所以在这当中，让我们去看到好像是上帝需要，但是当我们更深层的去默想的时候，你会发现这是人的需要，要透过看得见摸得见感受得到的，我们才有办法去经历这一些。所以当他这样讲完之后，后续所呈现的就是让全体的会众都过来了。所以在那时候我们看到，当约柜要把约柜运送到圣殿的时候，所罗门也召集了所有的以色列人来到这当中，所罗门也在当中献祭，所有的人也都带着他们的礼物来到上帝的面前。所以这边继续在讲到说，以色列全体的会众都站在那里，所罗门转过来面对的会众，为他们向上帝祈福，所以祈求上帝祝福在我们当中，为着人民祈求，向上帝祈求，要上帝为这些人民来祝福。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以色列全体会众都站在那里，而所罗门前面我们看到所罗门是向着上帝祷告，这时候他转过来面对的民众，为他们向上帝祈福，也就是让上帝来祝福着我们。我们看到这时候的王就如同一个祭司，这时候的王就如同一个牧者，来到上帝面前祈求，也为着人民来祝福。而在这当中他接着说，他说赞美上主以色列的上帝，他信守他向我父亲大卫所做的许诺，他曾亲口告诉大卫说。所以在这里面让我们看到，我们在敬拜的时候，我们在祷告的时候，是不是应该先来到上帝面前，先献上感谢赞美的祭。所以他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，他又加了祝福在当中，他也赞美上主以色列上帝，他信守他向我父亲大卫许的许诺。所以这也是大卫跟他说的，上帝怎么样说他也跟他讲，所以所罗门他很清楚知道这样的事情，所以他赞美上帝。因为这个时候圣殿已经建造好完成了，所有的摆设需要的都已经完成了，所以他这边讲到说，赞美上主以色列上帝，他信守他向我父亲大卫所做的许诺，他曾亲口的告诉大卫，接下来这许多事情也是过去这20年来已经完成的事情。所以他赞美上帝，他来到上帝面前摆上这样的感谢与赞美。而在当中接下来是说什么呢？说自从我把我的子民带出埃及以来，我没有选择任何的地方来建造圣殿。所以他讲到说，自从我把我的子民带出埃及以来，也就是从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，一直到所罗门要建造圣殿的时候，那480年，或许往前推一点到大卫的那个时候。而在这当中我们看到，再加上这20年的建造，也就是出埃及500年的时候，圣殿建造完成了。而这边在讲的是，上帝在讲到说，其实我这500年来，这400多年来，其实我都没有说我要任何的地方来建造我的圣殿。所以这边我看到很特别的，如果上帝有需要的话，他可能早早就讲了。如果上帝有需要的话，他可能在前面的时候就对撒母耳、对以利、对前面的许多人讲，他说需要这样的地方。但是我们看到并不是如此，上帝也在表明，其实我没有需要这样的地方，我没有选择任何的城镇来建造敬拜我的圣殿，但是我选择你了，我选择了你来统治我的子民。所以这让我们也看得很清楚，上帝拣选了大卫
来统治，来成为以色列的王。所以这里特别的拣选，而在当中这样的拣选也包含了带出这样一个大卫王朝、所罗门王朝，让这样一个太平盛世来临到，接着他们可以建造圣殿。当他这样讲的时候，接着他也继续说，我父亲大卫计划建造圣殿，作为敬拜上主以色列上帝的地方。所以这个地方上帝拣选了，所以在当中我们也看到大卫他有这样看见，上帝说其实我没有说我要建造圣殿，但是大卫他有些看见的时候，他这边讲到说，所罗门说我父亲大卫计划建造圣殿，作为敬拜上帝以色列上帝的地方。其实我们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，也很像是那种圣殿建造好了，准备要献给上帝的时候，那前面的字词也要让大家知道我们过去的历史，为什么要建造圣殿的这些历史。所以他说，上帝拣选了我父亲大卫来建造，来统治人民，来建造圣殿，但是不是在大卫手上来动工。所以我们看到大卫有这样领受，有这样看见，他希望建造这样的圣殿，让以色列人民都能够来到上帝面前来敬拜他。其实我想这也是一个比较稳固的，让我们定根在这个地方。当我们有这样建筑物的时候，我们才有办法定根在这当中。不然会幕是什么？会幕就是随时可以移动的，随时可以移动的。这时候需要移动就移动，就像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在离开埃及的时候，是随时要移动，移动到这个地方那个地方，所以才会有利未人他们去分工，分派的利未人他们要负责会幕的哪一个区块，在搭建的时候有什么样的顺序，那在拆的时候也有怎样的顺序，然后在往前走的时候要怎么样排，谁排在哪一个位置，哪一家排在哪一个位置，就是如此。但是当建造圣殿的时候，也代表这是一个稳固的人，让我们可以来到这边来敬拜上帝。圣殿是无法移动的，所以我们知道到哪边去敬拜上帝，上帝在哪里。所以也就是看到，就像前面所罗门在讲的，我为你建造了你居住的地方，也就是上帝在当中，我们来到这里来敬拜上帝。虽然大卫有这样领受，但是我们看到上帝说，你有意为我建造圣殿是好的。所以对我们来讲也是如此，我们有这样领受的时候，但是这个事情在上帝怎么看？所以当我们在看今天的经文的时候，我觉得有很多很特别的地方，有人有领受了，大卫有这样领受，他有这样看见。其实当我们在讲教会建堂的时候，也是很多时候是如此。有一个同工或者牧者有这样看见，但是要来到上帝面前，跟上帝说。所以在这样的事情当中，这件事情对上帝而言是好的，他看到大卫的心，所以他说，你有意为我建造圣殿是好的。上帝肯定大卫的心，他肯定了大卫要建造圣殿，让人民来到他的面前来敬拜他，这是好的。因此当中，让我们去看见有这样的需要，用这样的状况来肯定大卫，肯定以色列人民。所以他这边肯定他说，你有意为我建造圣殿是好的。然而我们往下面看的时候，会有一些不同的看见。他这边讲到说，但是你不可动工，只有你的儿子。所以这边讲到说，你不可动工，你有这样的想法是好的，但是你不可动工。其实我也知道有很多的牧者有很渴望在教会，在某一间教会能够有这样建堂事工，在这样建堂过程当中，好像立了一个碑一样，我有这样的成就。但是在建堂的过程当中，我们需要更实质性的去看见，这是不是上帝所喜悦的事。所以前面那一节讲到说，当他要建造圣殿的时候，上帝说是好的，也就是上帝同意了。我们看到有很多人想要这样做的时候，其实也就是需要在当中上帝的心意在这里面。而在这当中也让我们看到他讲说是好的，但是你不可动工。
我想有很多教会在建堂的时候，就像我年轻的时候去到一间教会，那教会里面其实牧者跟长子都已经讲好了，甚至贷款的条件都已经讲好了，零利率的贷款，很多都讲好了，但是接下来没有动工。但是过了1-2位牧者之后，那教会建造起来了。那教会确实需要重建，也确实有牧者有这样的领受，但是没想到并不是在他手上，是在之后的1-2位牧者。所以这也类似如此，不是在这个王，是在下一个王，而那个王是你亲生的儿子，是你亲生的儿子才可以建造我的圣殿，不假于其他人之手，而是要你的儿子，你亲生的儿子，不是认的，不是怎么样的，而是你亲生的那个儿子才可以建造我的圣殿，也就是我要将这个荣耀放在你们家中，让你们可以领受，但是不是在你身上。其实对我们来讲，我们也是需要去领受这样，上帝究竟上帝的心意是什么，我们需要顺服在这当中。刚刚所说的就是大卫他的领受，刚刚所说的是过去的事情。为什么要建造圣殿？因为我父亲有这样领受。为什么要建造圣殿？因为上帝允许了。为什么要建造圣殿？因为上帝要将这样的事情放在我父亲的儿子身上。所以他接着说，现在上主已经实现他的诺言，我继承了我父亲大卫做以色列的王。所以这边也很清楚地讲到说，这个事情实现了，这实现了。上帝说可以建造，但是要在大卫我父亲的儿子，也就是我，他的亲生儿子，我就是他的亲生儿子。所以他先说，我继承了我父亲大卫做以色列的王，所以我才是正统，我继承了这个位置。所以这件事情也该是我来成就，而现在也完成了。所以这边后续他也讲到说，我继承了我父亲的位置，所以这些事情会落在我身上，并且已经建造好敬拜上主以色列上帝的圣殿。所以在这些事情当中，也让我们看到已经完成了这件事情，上帝实现了。这边提到2件事情实现了，所以这个事情落在大卫的儿子身上。这个事情也就是因着我继承了我父亲的王位，所以我继承了这件使命。第二个，上帝说要让他的儿子，让大卫的儿子来完成这件事情。这当中也讲到说，我继承了这个位置，我继承了这个使命，我也完成了我的使命，建造了以色列的上帝的殿，让我们可以来敬拜上帝的地方。在当中我们看到所罗门完成了这件事情。因此当他完成了建造圣殿的事情之后，这边讲到说，我也在圣殿里预备了安放约柜的地方，约柜里面放着约的石板，这约就是上主领我们的祖先出埃及时与他订立的。所以这让我们看到说，最后这句也非常重要，当圣殿整个完成了之后，其实也看到说，其实当中最重要那个地方，也就是前面在读的那个内堂，那一个至圣所的地方，照着上帝的话语，我们有建造了圣殿，而且在至圣所当中与预备了放约柜的地方。所以在当中很重要的，做了这么多之后，其实不是让它华丽而已，而是在当中要有约柜，有上帝的同在。我们要预备好，其实也都设想好了，预备好这一些。所以这很重要，上帝的同在很重要。而这约柜是什么？这约柜是什么？这约柜放着当初上帝所颁布的那10条诫，也就是那10条诫所写上的那个石碑，那石牌，那石板在这当中的时候，让上帝的话语与我们同在。所以一开始是什么？上帝的话语写在那石板上，也就是那一个10诫写在那当中，2块石板。
这也是上帝所命令的，上帝所交代的，真实写成文字的一开始。那如果现在呢？现在有可能要放的，也就是那石板吗？也就是圣经。所以我们看到有很多教会在建造圣殿的时候，在盖教会的时候，都会在那一个打地基的地方那边放一本圣经。也就是说，这个教会奠基于上帝的话语，很重要，奠基于上帝的话语。所以不是建造一个圣殿而已，不是建造一间教堂而已，很重要的是这间教堂重要的是有上帝的话语，有上帝的同在，要预备好上帝话语的地方。所以约柜也就是如此，要预备好放约柜的地方。所以当中我们看到所罗门他是这样来处理这圣殿的这些东西，他预备好了，他建造好了，而且也让他们看到我们有预备约柜的安置的地方。那也现在也摆好了，我们看到上帝就与我们同在，上帝也临到这当中。当我们看到所罗门在处理的这些东西的时候，有没有看到这些怎么样去处理这一些？刚刚在讲到说领受这样建造的使命的时候，是从大卫那时候就领受了，而他将这样意象交给我，他将这样使命交给我，我也建造了，我也照着上帝的命令，照着我父亲跟我交代的这一些，他所领受的这些，他都交代给我，我也照着这样去执行了，完成了。而且这个地方是要敬拜上帝的地方，这个地方是上帝同在的地方，而上帝的同在也在当中，也是让我们看到这是约柜的同在。我们这时候让祭司扛着约柜去到放约柜的那个地方，也就是至圣所。当至圣所之后，那些幔子拉起来，当祭司离开之后，也看到云彩降下来，上帝与我们同在。所以在当中让我们看到这非常的重要。所以在至圣所当中有上帝的话语，有上帝的诫命在当中，让我们要去遵守，让我们要去敬拜上帝。在这时候我们看我们的教会也是如此，这个教会里面是不是有上帝的话？在讲台当中我们预备了这样的讲台的时候，最重要的是在这当中我们有没有在服侍上帝？我们有没有让上帝的话语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？有没有让上帝的话语进到这个教会当中？刚刚讲到说，一个教会势必要奠基于上帝的话语，就像圣殿一样，要奠基于约柜，也就是上帝的话语，也就是上帝的诫命，也就是上帝的同在。在我们教会当中，是不是有上帝的同在？当我们到教会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要来敬拜上帝？我们是不是要来荣耀上帝？还是我们要有很多勾心的斗角的东西在当中？我们只是在这边社交而已，我们只是在这边做样子而已。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所罗门所要呈现出来的，而上帝要让人们看到的也就是如此。这是我与你们同在的地方，这个地方也就是要敬拜我的地方。在这些地方的时候，也就是让我们真实的去经历这一些。所以这个过程里面都是非常重要，让我们看到上帝的同在。当我们在看到我们教会的礼拜堂的时候，也会看到其实就像我们的教派里面重要的是上帝的话，非常重视上帝的话。其实当我们重视上帝的话，也就是要将上帝的话放在我们的生命里面，上帝的命令要放在我们生命里面。当耶稣说你们身体是上帝的殿的时候，我们有没有把约柜，我们有没有把上帝的话放进你这个圣殿里面？有没有放进你的生命当中？而且就像上帝对大卫说的，而大卫也对他的孩子这样子来吩咐，上帝也对所罗门说，你要遵守我的命令，遵守我的教导，那我就常与你们同在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在今天的经文当中，我们看到所罗门在他当中致辞，在他当中为人民祝福，也在当中在阐述着
建造圣殿的这些历史、这些过去，最主要的回到前面，这是上帝认可的，这是上帝所允许的，这是上帝的恩典在当中。所以建造圣殿也要这样领受。我相信在过程当中，或许很多人不愿意，很多人会觉得真的是上帝的带领吗？上帝所允许的吗？就像我也听过很多教会在讲说，他们过去的人已经领受这些，已经决定要建造了，但是还是有很多人在拒绝，在阻挡，用各种的方式在阻挡。但是在当中也让我们看到，当上帝允许的时候，我们就要这样去做了。所罗门他也可以不要做啊，他也可以说这是我父亲所领受，不是我的。有很多人是这样讲的，有一些牧者，有一些同工也都会这样讲啊，那是牧师所领受的，不是我的，那是过去人的领受，不是我的。但更重要的是，是不是上帝在当中把这样使命交给我们？因此在这当中很重要的是回到上帝面前，我们有这样领受，我们要分享出去，我们有这样领受，我们就要照这样去做。而建造好之后，也要让众人知道，这不单单是我们想要做的，更重要的是这是上帝所允许的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的经文在列王纪上第8章第12节到第21节，让我们再用一点时间回来默想今天的经文，回来领受今天的经文。上帝要透过今天的经文对你说什么，让你有更深的去经历这一些。让我们有点时间来默想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透过今天经文去看到所罗门所说的、所做的。当他建造完圣殿的时候，也让众人去看见圣殿里面有约柜的同在，这圣殿有上帝你的同在，这圣殿不单只是空壳，而是实质上帝就在这当中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在教会里面也是如此，让我们不单只是人群好像聚集了，我们办了很多活动，我们把建筑好像弄得不错的样子而已，而是更重要的是上帝你的同在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在小组的建造里面，在教会建造里面都是如此，不单只是我们有人聚在一起，不单是我们有这样聚会而已，而真实的我们在小组的聚会当中，当我们在开会的时候，当我们在礼拜的时候，当我们在许多时候，我们都是有上帝你的同在，就如同我们在这当中所领受的一样，若2、3个人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，你就给他们成了。若2、3个人同心合意的聚集，你就在我们当中。主啊，让我们在当中，也就是同心合意的聚集，同心合意祷告，让这些事情被主你来成就，让这些事情你祝福在我们当中。主啊，愿我们在当中，我们的生命被建造起来，我们的教会建造起来，让我们的这硬体跟软体被建造起来的时候，是主你的同在，是上帝你与我们同在。当我们的生命被建造，当我们这生命被建造的时候，也是你的灵与我们同在，不是我们靠着自己的能力，而是上帝你的恩典就在我们当中。感谢赞美你，主，我们要将今天的聚会恭敬的仰望在主你手中，恳求你祝福，恳求你悦纳我们所摆上的。亲爱的主，我们要将今天的聚会再次仰望交托，愿主你看顾与带领。我们将祷告祈求都奉靠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期待我们继续有一段时间在上帝的面前来默想，来领受上帝的话语。愿上帝的灵就与你同在，让我们每天给上帝空间，给上帝时间，也就是让上帝与我们同在，将我们分别为圣。愿上帝赐福你。